遗珠的母娘。第一章，伫地罐果相拄。路开始弯弯弯弯的时，我知影伫尾到阿妈义山关啊。迄时一阵雨为山骹紧紧对我来，白噗噗扫过密密的沙马拿。我20岁，戴学生帽，穿紺色喷白花的衫裤，肩头派学生卡绑。这是我独身来遗珠旅行的第4天。伫寿圣寺温泉住1暝，又加西马温泉2暝。搭我穿关卡叉夹，来爬阿妈义山。虽然顶顶塌塌的山甲原始树林含深深溪谷的树色真迷人，毋过有一个基态互我一直赶路。迄时，大粒雨开始拍伫我的身躯，我赶紧爬上行过弯弯的山路。加载，总算来到山关北边的一间茶馆。毋过我徛伫门骹口讲起，因为我的机态完全实现了。走墙的一家人拢伫遐休困。母娘看我戆戆徛咧，随甲伊用的浮动饼面囥伫伊边仔。啊！我简单安尼应一声，倒坐伫迄顶面。因为拄则爬夹喘片鼻鼓惊着，我连多谢即句话都卡伫那后讲袂出来。我紧紧和母娘坐对面，相公伫手5年斤出1支烟。母娘甲共阵查某头前的烟壳仔刷过来，囥伫我边仔。我犹是点点。母娘看起来大约17岁，伊洗一个我毋捌的古早色的大型头鬃过，互伊两型的面看起来变真细，毋过真协调，好看。感觉若像民间小说画的头鬃碰碰的姑娘。母娘的同伴有40外岁的查某1人，少年查某2人，还有一个25、26岁的查甫，穿印蓝袄甲温泉的底衫，